哎呀，好像不错呀。这新拍的广告不错是不错，可是什么？可是我毕竟看过巴厘岛的片子，再看这个上海的片子，就感觉有点逊色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！什么找到了？之前丢的那个袋子找到了，在巴厘岛机场，他们那边已经叫人送过来了，今天晚上就能到虹桥机场。是啊。哦。怎么样？这回证明不是我动的手脚了吧？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。林总，上次的事真的不好意思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洛伊啊，这次真是辛苦你了，连续拍了2条片子，浪费了你宝贵的时间和精力。怎么会是浪费时间呢？我这次得到了很珍贵的东西，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。欢迎光临，梦姐。哎，彦东、安本，你们来了，随便看啊，需要什么尽管吩咐。好。你打算买多大的戒指送给洛伊啊？那我想看一下这个。完破。哇，好漂亮的钻戒，你眼光真不错。安宝，别闹了好吗？把它还给我。小气，我只不过是帮洛伊试戴一下，又不是不还你。哎，我很好奇的是，你打算怎么向洛伊告白啊？我还没想好。先生，这是您选好的戒指，已经给您包装好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欢迎再次光临。喂，康子睿。是不是？你好，我要这个。好的。好漂亮，谢谢梦姐。快坐坐坐。哎，其他人还没到吗？今天可是为广告顺利完成开的庆功会，怎么这么不积极啊？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你们煮了什么那么香啊？就你鼻子最灵了，好吃的呗。那我先去厨房看一下。我们先来的吗？哎呀，好丢人啊！让女生等男生哦。我们先嘀咕什么呢？这不来了吗？他们马上到，我呢先送花过来的。这么漂亮的花，是我的。
谁是女主演，我送谁的。呀，你们都到了。小强，嗨。Hello。哟，这么大一束花，泡妞呢？凭我这张脸，不就足够了吗？哎，臭小子，对女人有诚意要买钻戒，看她是否爱你的话，要看她是不是把钻戒戴在手上。我也想有诚意，我没钱呢，关键是。要是你送 ，No way。忙哦。这是我第一次给人买戒指，希望你收下。也许你可能从来没有爱上过我，但是我想你知道，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女人。
怎么样呢？你还说你会记得我的全部，难道你已经忘了我当初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了吗？记得或者不记得重要吗？如果你想过好的生活，我随时可以给你更好的。你不用辛苦的去拍戏，我每个月都可以给你很多的钱，你想要多少都可以，只要我能给。你这是在包养我。只要你退出娱乐圈，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想要的。你给不了。爱不是占有，不是强迫对方改变或者妥协。我从来没变过，但是你呢？你还记得原来的你吗？我记得。你不记得，你忘了，你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你了。以前就算我什么都不说，你也会明白我。但是现在，我就算说的再多，你好像也听不明白了。挑挑，你看大家喜欢什么？怎么，你们俩今天现在做闺蜜了？啊，我们俩还相逢恨晚呢。啊，哎，你爸不是回上海了吗？你干嘛来这儿啊？我就是为了逃避他才跑到这里来的。他一见到我就要讲好多大道理，想想都头疼。你看，嗨，Amber，嗨。你们两个怎么来了？我们俩去看电影，顺路过来看看。哎呦，两个屏屏校友也在啊！嗨，哎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嘛？杂志上可说了，我们吴大小姐呀是个慈善名媛，把穿过一次的衣服都拿来做义卖。拜托，你看这衣服是正品吗？我怎么看像翻版的 A 货呀？我一早就说是浑水摸鱼的。你们俩要是不买的话，就从我店里出去。我这家店不做你们这种没档次客人的生意。哼，我们才不愿意在这里多待1分钟，有失我们的身份。没母亲教育的人真野。站住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某人从小就没有母亲，而且身世不明，说不定还是个领养的。你小心，你爸在外面还真有自己的孩子，到时候孩子回来认爹。你也就是个当服务生的命。你胡说八道！别嘴硬了，你就是怎么努力，我们这个圈子也不会给你留位置的。什么圈子啊？你说整容圈吗？一看你的脸就没少动过刀子吧？我没有。还有你，你的胸整得跟你自己一样虚张声势，讨人厌。就是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要不是你爸有钱，你看你身边的朋友还有谁会搭理你？你就是个有钱却缺爱的可怜虫罢了。我们走。站住！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才不要你的可怜呢！你肯定觉得我特别讨厌，根本就没有人真正爱过我。怎么会呢？我一点也不觉得你可怜，相反，我觉得你特别可爱，因为你哭的时候特别单纯，特别直接，像个孩子一样。
你傻红了。Amber， 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只有会哭的女人，才能真正打动男人的心。你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啊？就凭你是所有人当中最坦率的。谢谢你安慰我。好了，找上纸巾，擦擦眼泪吧。以你的身份，就用它擦吧。你有病吗？送一件礼物给你，它可以帮你找到真心爱你的人。把手给我。这个是不是你送给洛伊的戒指啊？献花献佛。这好奇怪哦。好像刚好是我的尺寸。京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丁一。哦，他家里有点事儿，很晚才会回来。好。你也是在等他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是刚好路过这里，所以进来看看。好。我听薇薇说，洛伊今天就要去好莱坞了。
对不起，老婆，我去开会。你就再多留5分钟都不行吗？就5分钟，1分钟都不行。你等他那么多次，让他等你是怎么了？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呀？因为我看不下去了。我错了，我后悔当初没有选择你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对我最好的是你。你真的会为了我，放弃这里的一切，跟我去美国从头开始吗？如果你还想跟我去美国，明天10点，民政局门口见。第一个，佳佳去留学了，我要陪欧辉出国看病，我们的房子就托你照顾了。我没想过我能活在别人的梦里，而且还是初恋。其实你出现在很多人的梦里啊，只是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怎么了？好像不开心呀？没有啊。毕业典礼上，吴叔叔答应捐建体育场，这是个双喜的日子。你虽然脸上挂着笑，但是却有心事。你瞒得了别人，却骗不了我。我只是伤感，大学4年生活就这样说散就散。但是我们不会的。Daddy， 我问你，刚才在华凯集团的宴会上面，我正在跟华叔叔谈那么重要的生意，为什么要把英东拉到我们之间来坐下？英东是我男朋友，公司的合作他有权参与合同。他叫英东，不叫应该。商场如战场，我的生意怎么可以全部都让外人知道呢 ？Daddy， 英东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就算你将来跟他结了婚，在我心中他仍然是外人。我的财产我只留给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，就是你，还有我未来的外孙。至于女婿，没门儿。钱，我最讨厌什么事情都牵扯在钱的头上。你难道就不能用简单单纯的方法来看待我们之间的感情吗？我告诉你，爹地这一辈子从来不相信有什么单纯的感情。单纯的感情又怎么样？单纯的感情。Daddy， 你是不是心绞痛啊？阿姨 ，Daddy， 我帮你拿。Daddy， 你没事吧？你好点了吗？阿姨，你先扶 Daddy 回房间休息，我给医生打个电话。
希，从小就有妈没有爸，所以小的时候我一直在幻想，我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如果我的爸爸是一个亿万富豪的话，那我这一生就发达了。没想到，老天真的很眷顾我，我的老爸真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。这个老爸20多年来都没有养过我，但我依然健康快乐地长到现在。他没有负起过对老妈的责任。20多年来，我的生命中没有出现过他，现在也一样。从小到大，妈妈在我的心里的位置是最重要的，没有人可以取代她。当然了，我也很想要一个有钱的老爸，可是我妈更需要一个当她的丈夫。吴叔叔，如果你看到这卷录影带，我想要告诉你，只有我妈想认回你，我才会接受你。鉴于我们俩的关系，我不希望公开。对于安本，我也一点也不会透露的。你现在一定觉得我很傻很幼稚吧？觉得我不懂得把握机会。不过没关系 ，I don't care。我这一生都是活在误解中的。我要的任何消息你都能查到吗？当然了，特别是为了你。对不起啊，你英雄无用武之地了。为了你们的一夜情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杯干不了，我们俩不可能有一夜情。我跟他顶多就是兄弟，干不了，干不了。尊敬的华女士，我希望您以后能够好好的管教领她。我不希望她再出现我女儿身边半步。你跟我说啊！啊，你说呀！梦姐，你误会了。那你为什么穿佑熙的衣服？这是菲菲帮我换的。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做吗？没有啊，佑熙一直在这睡觉，我一直在陪 Amber 在楼上。大概是老天看我太寂寞了，所以派你来给我解闷。我是8班5一样样精通，除了给你解闷，我还可以替你摆平各种困难。如果我有你这个妹妹就好了。我才不想要你这种哥哥。怎么，有个哥哥照顾你不好吗？我才不想要